一级保育类大石海翁，伫咧全世界数量是真少。不过最近5年，伫咧兰屿和绿岛拢有看到因的形影。昨伫咧台东中滨乡的海口，嘛拢总发现4只大石海翁。官府呼吁船只莫甲海翁交叉着，若通报发现海翁的人，有奖金通领。东汉华北山洞的外海，2月有民众的空翕机清楚翕到2只大石海翁伫海中一直喷气。同一日，伫海上的小鲸船也记录到另外一对母仔大石海翁伫海中游水。专家讲，这个季节大石海翁会洄游到温暖的台湾海峡。这摆是东海华头一摆，同一日有2吨4只大石海翁出现记录。这个季节就是他们南下啊，他们可能会在冲绳啊、台湾跟菲律宾北方这块海域，进行所谓的那个生殖育幼。专家讲，大石海翁数量少，主要是人为咧掠。东海华甲恒春一带过去是掠海翁的市场，也毋过外8年来，台湾欠大石海翁的研究。去年台东县政府推出通报奖励计划，即摆发现是计划推展了后的第1摆通报记录，也毋过爱呼吁民众，甲渔船毋通伤花金。小礼物就是海洋动物图鉴，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给礼券，大概500到1500不等。如果刚好发现船只前方有大翅鲸的话，那我们建议那个船速可以减到10海里以下，观赏船只距离动物的距离至少要在100公尺以上啊。官府表示，今年会陆续开办大石海翁保育的教育推广活动，甲民众辨识大石海翁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